亲爱的现场来宾，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啊！大家好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被誉为中国第2大剧种的粤剧啊，在我们上海长三角地区乃至全中国都拥有大批的观众和粉丝。没错。而上海粤剧院更是粤剧界首屈一指的院团。没错，不愧是实力雄厚、人才济济啊！没错。光是上月的红楼团呢，就有多位中国戏曲最高奖梅花奖的获得者。听不见了吗？这成绩不得了啊！是。所以说呢，为了满足广大戏迷的热切期盼，今天我们特意请来了上月铁三角。首先请出的这位呢，他是《西厢记》里痴情一片的张生，也是《玉簪记》里人见人爱的潘必正，更是《红楼梦》中百看不厌的贾宝玉。我们有请钱惠丽。月亮的天。哇！钱惠丽，既美丽又给力。好，第2位，她就是《蝴蝶梦》里啊一人分饰2角的田秀。小寡妇，她也是女扮男装游上林的孟丽君啊！哎，她更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王志平。林妹妹来是李君之言。就在当真在此公诉，蒙他多情，每日顾盼于我。太假了！哎呀，我都输他了。假的，我胡子都输他了。那么第3位呢？他是英俊潇洒、飘逸多情的陆派小生潘永安。僧容方清，王奎又是嗓音高亢、气宇轩昂的徐派老生。堂皇贾政、孟世元，让我们有请黄慧。兴冲冲功名把话送，哪顾得可是夜你这当中。哎呦，我们的嘉宾呢都已经来到了现场，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掌声欢迎他们3位。请入座好不好？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观众队集美装饰。上海西洋红口腔的观众朋友们，还有来自银庆财富的观众朋友。圣贤装饰，感谢你们。那电机前的观众也别忘了，可以赶紧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，与我们的欢乐星期2呢多多的互动。另外呢，我们也会在每期节目当中啊提前公布下一期节目来到节目中的嘉宾。如果您有什么问题要问呢，也可以通过微信来告诉我们。好，通过我们微信，通过我们的全场互动，届时您将会获得丰厚的奖品。那还等什么呢？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欢乐星期2的第1板块——上海风情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3位尊敬的越剧表演艺术家，大家晚上好。越剧呢，起源是辣浙江的神州，发祥辣上海，繁荣辣全国，流传于全世界，所以吸引了各种各样的粉丝。大也好，小也好，男也好，女也好，老也好，少也好，侪欢喜越剧。特别是阿拉江南一带，更是越剧的迷。今朝来的，侪是越剧的铁杆粉丝，大家讲对吧？那么大家就要讲了，越剧为啥道理介受大家欢迎呢？因为越剧流派分成，有的戏派、黄派、范派、虎派、陆派、鹰派、豫派等等等等，各人侪可以有各人的欢喜。那么今朝请得来3位呢，一个是阿拉戏派小生徐慧丽老师，大家侪熟悉的；王志平老师是阿拉王文娟老师的高足；再讲阿拉王伟老师，国家一级语，既能够唱陆派小生，又能够唱戏派老生，一举多能，掌声送给3位。那么既然讲到越剧，阿拉就要讲一讲了，越剧啥道理能够介成功？我觉着了，除脱因为伊各方面综合能力比较强，关键从事阿拉越剧搿桩行当的演员啊，他的追求和别人不一样，伊拉往往具有一种改革特子创新的意识。从阿拉余锡凤大师开始，就来思考这问题了。越剧作为全国第2大的剧种，为啥道理就没一只自家的剧场呢？能够经常辣辣自家的剧场里常驻演出越剧，所以伊就动脑筋了。最后呢，伊决定募集资金，搿资金需要多少呢？毛哥哥需要50个亿，那还不要好，不是现在50个亿，是老早50个亿，就可以呢，基本上可以拿这个剧场造起来。
那么伊动脑筋呢，靠一家头力量也不来塞，于是呢，伊就聚集了9个志同道合的姐妹，她一道人称叫越剧10姐妹。那么大家侪是资深戏迷了，我都要问问看大家，今朝大家能不能拿这个越剧10姐妹的名字侪报出来呢？第一个于雪芬，还有伐？阿拉随便问。玉来，徐玉来，殷桂芳，殷桂芳3个了。做四招，做4招，侬讲了一眼也不错，4个。还有伐？小丹桂，小丹桂也讲出来了，侬老丹桂了。赢了，小丹桂，还有伐？喜天红，喜天红6个了。小楼，吴小楼7个，对个，还有伐？张桂凤，资深戏迷张桂凤啊出来了8个。好了，还有2个就是万传剧特子付菊香，好吧？为啥道理阿拉要费尽心机，一定要排出搿10个人的名字？因为这个越剧10姐妹对阿拉越剧来讲太重要了。伊拉开创了一个时代，开辟了一个新的观念。伊拉通过自家的努力，特旧社会，特些恶势力进行抗争，推动了阿拉越剧整个改革。所以上海越剧院一直到现在，还秉持一种改革创新的意识特子精神，能够不断的开出一代又一代的好戏。那么大家讲呢，越剧是不是光自家管自家唱戏，其他不管的？不是的，越剧帮了整个国家，帮了人民群众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。我就举一只例子，刚刚解放没多少辰光，阿拉晓得个就爆发了抗美援朝的战争，阿拉越剧的姐妹也没有停着，她们把她们的脚步也推到了抗美援朝的现场。那么是谁呢？就是阿拉戏会里王志平的老师徐玉来、王文娟老师率领的叫玉来集团，一共有得40几个人奔赴这个抗美援朝的前线。伊拉呢，当辰光就坐了卡车上，跨过鸭绿江，来到朝鲜，为朝鲜的志愿军的战士啊进行义演。本身呢，准备就稍微唱2天就好回来的，但是一旦到了现场之后啊，伊拉把这个志愿军战士的种精神深深的感动了，一唱就是老长的辰光，连续几个号头。具体几个号头，现在先卖只关子，不好讲的，因为等些有只问题要考阿拉3位老师的。越剧，伊辣艺术上是追求一种真善美，同时也和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老百姓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。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，就是像阿拉今朝坐了此地的真正的越剧戏迷，因为没哪个手就没伊拉，就没越剧的明朝。大家讲对吧？那自家为自家做主讲。自然而然的这个问题啊就出来了，什么问题？来看一看。问题，请问越来剧团朝鲜前线演出长达多少辰光？哎，晓得了。6个号头，B 7个号头，C 8个号头，D 9个号头。来，我们请3位评老师写在那个题板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王志平老师选的是 B， 惠利选择的是 C 18个月，黄慧呢选的是 D，3个人答案都不一样。那么到底正确答案是多少呢？来看正确答案，8个月。哇，钱惠利可以啊！恭喜阿拉齐老师，恭喜钱惠利，可以啊！那其实呢是1953年赴朝鲜前线演出8个多月。哎，1954年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返回了上海，编入了华东戏曲研究院，成为了华东越剧实验剧团2团。所以说呢，我们恭喜钱惠利老师要加上20分。哎，3位铁三角，也要跟3位来聊一聊。对。这个王志平、钱惠利、黄慧3位老师怎么会被称之为铁三角的？这是怎么这个来历？其实铁三角，我觉得应该是一些戏迷朋友先叫出来的。哦。我们去年的时候，我们连续我们三位演员排了2台大戏，影响也比较大。第一个大戏呢是双飞翼，第2个大戏是甄嬛的下本。双飞翼呢主角就我们3个，甄嬛主要的戏也集中在我们3个人的身上，所以呢观众觉得我们配合还比较默契，所以就这样称呼我们了。听说其实在这个期间好像有一段时间，是不是黄慧老师也是身体有点不舒服？对，男的最没有用，我们2个都没用。对，慧利一直说他对男人比较领妹妹比较压力比较好，或者怎么样，身体就相对差一点，是这样哈。
我经验比较少，也不大会分配精力，然后排练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很辛苦，全身投入。那么排练一段时间下来以后呢，有点脱力的那种感觉，所以身体到现在还压力太大了。黄慧在有一段时间差不多就不能演出了，那时候我跟慧妮特别着急，但是我们又不能把这种着急表现在黄慧的面前。那么所以在她最困难就是精神状态、身体状况最差的时候，确实我觉得黄慧，我们就像一家人。他们2位呢，真的时常的关心我，鼓励我，一直不断的鼓励我，然后我就这样熬过来了。非常感谢，我们在这里祝愿3位，好不好？就是在繁忙的排戏演戏的同时，也要注意身体健康。好，我想我们的戏迷朋友也是最大的心愿。我们也希望你们3位啊，永远的铁三角，好不好？铁三角到场，怎能不唱呢？接下来的节目一定让你大饱眼福。今朝呢老开心啊，帮了徐伟丽表演艺术家同台来唱段粤剧。那么呢，我压力呢大了不得了。哪晓得个？我呢平常我瞎唱不唱可以的，但正儿八经原汁原味唱呢，这倒是第一趟。唱得蛮好啊。所以讲徐老师侬要多打我。但呢，今朝徐老师呢是牺牲自家的，啥意思呢？本身呢，徐老师肯定唱戏派的，但今朝呢，为了迎合我呀，照顾我，所以呢，就唱男同志唱了比较多的殷桂芳老师的殷派。不是尹派和徐派呢，它本身就音区不一样。音区就讲徐派比较高，尹派相对比较低。那么因为呢又是男生唱，所以那个这调头呢又更加朝下头降低了4度。所以讲呢，今朝㑚听到徐伟丽老师的声音，帮平常辰光完全不一样，那一般性听不到的，所以㑚自家应该有数了啊。虽无情儿心悲痛，自己的命儿我自己说，对面坐那是我心爱人。王子上人
十几岁，人海漂泊，在他地，无意之中遇公子。公子的芳名叫义利。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，上海故事。哎呦，哎爷叔啊，今朝台浪向嘛，侪靠侬帮忙呀！侬不要讲，侬这个男扮女装，我的观众欢迎得来不得了呀！不要讲了，哎，那老婆要3块了呀！我操，这不要出来去吧？哎，呀，老公，这总算是以后了。看样子要3块嘞，快点送医院啊！我送医院的，走。有氧啊？哦，妹啊，他说我没去啊。哪能了？我今朝后台答应这只堂会嘞，我假是去嘛，这只堂会哪能办呢？哎呀，小伙，现在哪啥个辰光？侬来送医院去。搿只堂会我来应付伊啊！你到房间去准备，去准备。那个么子啊，好去。侬不要客气呀，侬没去出来呀，侬不要顶人样子呀，是吧？东西，赢了！我滚开，有数的。不管，今朝出来应该啥个事体了？做人了，晓得吧？做人我晓得呀，是。做啥人侬晓得吧？做啥人嘛？据讲是做一个戏子，哎，不对，女人。哦，晓得了啊。唱戏的戏子，女人，一旦发现打了宝，只要是戏子，只要男人，我打牢伊我就叫一狗。赢了，一个娘们。两位，来，侬看到我正宗啊？戏子。侬是男人女人？哎呦，这个是女人啊！不是啊，台上是女人，台下头是男人，结光男人。这个明显就是一样。侬叫韦小宝，不要搞嘞！不是个，做个人了，做个不是？再不是一样。做一起再搞。就是一样。我讲，韦小宝做牢的，那很危险。他是韦小宝，简直把我气死了！你个饭桶，你不睁开眼看看，我能看上他吗？不是韦小宝，为什么是韦小宝都冒出来寻戏啊？侬到底要寻啥人啦？我要找唱小热婚的韦小宝。清楚，好，小宝，走，有点行啊！等多少去？走，给你行吧？走。这个，你就是韦小宝啊？韦小宝嘛，就是我呀。这个，侬真心大学啊？他你不认识啊？他是还有名吃母乳吃老虎董拉家。你怎么把我老底儿都说出来了？韦小宝，本小姐今天想让你去唱堂会，说你不想去啊？哎呦，大姐哈，不是我不想去呀，我是没办法去啊。我告诉你，以前不给我面子的人都是什么下场呀？你记得吧？有一次有个唱评弹的说不去，后来他这个人我跟你讲啊，身上除了有洞眼的，全部帮10个，了解吧？晓得吧？哎，还记得吧？还有个那一个唱京剧的，他不肯去，结果你讲来讲，后来这个比赛把他直接送到虎庄上。听到了吧？因为我听了一恨大姐，
我老实帮侬讲好了，今朝我是挖去闯党委，侬自家看，你家直播已经马上要临盆的。临盆了呀！大姐，我看侬这肚皮哦，比我还要大，侬下趟啊，肯定比我要早临盆的。哪个你不是临盆了，你对面是肥胖呀！你们两个喝挺多，我管你什么临盆不临盆，生不生孩子。你们唱戏的有一句话叫做戏比天大，老娘我今天还告诉你，我就是你的天。这不是刘老女啊，要做啥？杜阿姐，侬啦，老讲道理的。我到底是啥人呀？我是猪哟，都是爷大大。男人呀，把他给我搭出去打一顿。那不是就要我闯党委吗？我闯不到屁！哎呦，小波啊，当心点哦！好说，亚叔，我打一刀，互相洗菜哦。行，你当心点哦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好问题。我晓得杜阿姐，侬到底想听点啥呢？这就对了，你姐姐我今天过生日，想听点儿欢快的、搞笑的，听了以后让我兴奋的心惊肉跳的。侬想听快点的、有节奏的，要手舞足蹈啊！我让唱不侬听。哎呦，哈气得，哈气到，哈气得，哈气得，哈气得，哈气到。哎呦，有西瓜。刘手信。我说小宝啊，我看你今天在这儿也唱不好了，要不然这么着吧，你跟我回家去如何？你慢慢的给我唱，我多给你点赏钱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侬了，搿只戆鬼的侬听不出啊？你杜阿姐看中侬了，晓得？讨厌！为你好，我讲好闲话，听你讲。爷爷杜阿姐，那么我讲拨侬听了，今朝不要讲我冒气。就算我好气，这只党委我也为了闯啊！对对对吧？他胆子大了，给我上！我这样，那给我动工作，小宝，侬大力吃。呀，所以呀，突起闯党委，对，侬为一只党委呢？我为呀，普通子。对，杜阿姐啊，不好意思哦，侬要我去闯党委是可以的，不巧的。要么我后头为一只党委，让我要么打只电话拿后头一只党委我回头特侬看哪？对，有道理，对。好，快点打电话。小宝，快点打电话，亚叔，侬这手放一放。我怕侬倒脱了。到啥地方去倒呢？打电话的。这个请问是杜公关啊？请杜先生听电话。好，你讲。杜先生，本来侬今朝不是叫我闯只党委嘛？我今朝没来的呀。为啥？为啥嘛？这个现在市里块有对个上海滩个杜阿姐，这个是杜阿姐。上海滩杜阿姐，呢要我去到院乡去单独帮伊闯党委。哪里个杜老板？杜阿姐。是普通的杜月笙先生。哎呀，杜先生，要么听侬好吧，要么侬自家特地给杜阿讲讲。听电话呀！再往下讲。杜先生要听侬讲闲话呀！不要跑呀！不要跑！哎，小宝啊，那老婆要伤了，说送医院了。送医院？上了后台了。你操心你个儿子上了后台啊！上了后台了。哎，这个年头请得来不容易啊！侬老早脱了，侬这头套嘛好我这一套的，弄得来男不男，女不女。今朝因为是越级嘉宾，都在认得，所以要请到施老师来。确实，刚刚这小品人体力桩事体，就是为了艺人叫戏子，这个生活老艰苦。从政治地位到生活情况都是非常。低层就是，那么搿种情况有不啦？就小人啥养了后台咯啥，有吧？过去是有的，现在是没了。是讲留下来我也出到题目。阿拉上海滩高头有一个著名演员，伊也是养了后台的，那个演员是啥人？要
请3位嘉宾来猜猜看了，在题板上写下您认为的正确答案，想想看有没有听老师或前辈讲到过。范围可以缩小一点吗？提醒3位，上海这位名家呢是上海滑稽界的一位知名演员。怎么样？请亮题板，我们看一下，黄慧写的是李九松。哇，钱慧丽写的这个演员我们都不熟悉，叫不知道。王志平写的是能娘老师啊，我几个哪能猜到的呢？像你记读大概只有能娘嘞。这一轮呢，反正钱慧丽老师是没戏了。对我们来看看另2位有没有戏啊？来看黄志平、李九松。好厉害啊！你怎么猜到的？曾经听说过，民间流传过是吧？对。所以知道，原来李九松老师今年80多了，他是当年是生在后台的，所以生下来就跟舞台结缘了。所以说你要想在舞台上有成就，你得在后台生啊。我们给黄慧加上20分。好，恭喜黄慧。那我们3位答题嘉宾的老师现在近况如何呢？我呢是1983年的11月份拜我的许玉兰老师为师的。那已经30多年了。很早了，30多年的时间了。最近1、2年呢，他身体状况也不那么如意，现在一直在医院里。老师呢也不希望我们大家去打搅他，所以我是偶尔去看看他。但是老师的思维特别清晰，非常清晰。他说我要是身体好的话，我还要做一些传承的工作呀。所以呢，我都非常希望我的老师真的能够健康。我的老师王明娟吧，今年也正好是90岁。我老师到现在为止，每天还在家里练嗓。你看见没有？而且他还自己学的写那个新的谱曲。虽然是离开舞台这么多年，但他们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让更多的粤剧观众能够走进剧场，把粤剧发扬光大。杜锦华老师呢，83年就去了美国。我到09年的时候呢，正好也去美国，去看望了老师一下啊。到明年的2月25号是老师的90大成。对，他一直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叶鲁归根。那说老师，你回来我们给你做90大寿。他说90大寿不用做了，给我做100大寿吧。所以我现在在这里呢，也要祝我们的陆老师能健康长寿、长命100岁。我谢谢啊，通过我们这个信号啊，也在美国的老师已经感觉到了学生的祝福。是，我们也在这里祝愿这些老艺术家们身体健康，真的是长命100岁。我们期待着为他们过一个又一个的生日。黄慧将献上一首传奇送给老师。只是因为在人群中我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，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，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，想你时你在天边，想你时你在眼前，想你时你在脑海，想你时你在心田，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，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，我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远。那现在我们看场上的得分情况呢，是黄慧和钱慧丽老师2位都是20分，王志平王志平落后了，加油！没问题，我们进入今天的第3板块，上海米豆。
方专有的味道。今朝阿拉两个特地跑到吃饱来，对吧？不去吃饱过头吃眼物事，跑到搿搭来宾馆里向么吃饱了，对吧？哎呀，侬个陈老板啦，真个脑子勿动。侬认为只有吃饱果真有得好吃物事啊？搿玉龙酒店也有好吃物事的。搿宾馆也有好吃物事啊？有啥物事啊？哎，我跟侬讲，今朝阿拉欢乐星期两主打个嘉宾是越剧名家，我就要帮侬介绍个就是绍兴名菜。搿种西洋风格的酒店里向有绍兴菜。侬搿看这酒店风格是比较洋派的，但是伊餐厅里供应的倒是的的确确的上粤菜。啊，看到伐？搿个就是我跟侬讲，我最欢喜吃个绍兴满锅菜烧肉啦。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大厨朱大厨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台子高头一样物事哦，我觉得有点触目惊心，那个尾巴还留辣盖上头啊。因为朱大厨是精心安排的，要让你看到他用的这个肉是精华的什么两头乌。哦，这就是两头乌。对。哦。因为两头乌的肉呢，肉皮比较薄，然后肉呢比较细腻，吃了相对来说，那个脂肪也比较少，对身体有好处。啊，这个梅干菜是很好的。这是笋干梅干菜。对，笋干菜。搿是笋跟梅干菜摆辣一道呢，好好吃还是很干吃，侬看嫩伐？要闻闻。哎，香伐？梅干菜特别香。老开胃了，闻上去老开胃。搿是嫩的笋，搿个呢是把酱油炒过，对吧？放点酱油炒一下。哎，那么你这个烧的话，你们现在是起油锅吗？这个肉？现在因为我们改良过了，因为现在上海人比较浓油赤酱的话，我们就会起下油锅，然后上一点色，然后再用梅干菜去蒸。啊，烧出来呢肯定是相当好吃。搿个就是满鸡菜烧肉，那看我觉着伊拉老有特色的。本来呢，旁边人家做个小个饼啊，伊拿饼改良了，就变成小馒头，这个小猪头。我网上看有个梅干菜好吃。梅干菜好吃何里搭？里向摆了有个笋丝，这笋丝又特别鲜。对。哎呦，搿个梅干菜是屋里烧个出来。伊摆辣龙角里向蒸好之后，伊肉里向油水煮出来了，其实搿只肉已经勿油了，对伐？其实呢，侬勿要急，但好吃物事交关啊。哎，我就看到交关个菜哦。上有菜呢，一个呢就讲，伊就比较会吃臭个物事，臭豆腐啊，臭个海菜缸啊，哎那。还有个臭冬瓜对伐？哎那，海菜缸尝尝看，伊一只海菜缸呢，伊是清蒸的，伊下头呢勿是蒸生抽，人家勿是下头把臭豆腐搁一道蒸，伊勿是，伊是嫩豆腐。海菜缸呢，因为伊勿仅臭，特别鲜。是吧？哎呦，煲汤真的勿讲了，就是欢喜吃搿种臭味道的人哦，肯定觉得搿哪能介好，当然要比臭豆腐吃上去还要香。对啊，因为伊个海里把伊充分洗好了嘛，就特别好吃。我真的是没想到，今朝两家头跑到吃饱来，我得吃个介好吃的上海的绍兴菜哦。对。那么阿拉交关观众朋友也想到此地来尝尝味道。那么接下来呢，阿拉要把观众朋友们带来福利啦。今朝要出个题目了。因为阿拉个玉龙酒店呢是来吃饱的。我就要出个题目呢，跟吃饱有关。吃饱有关系？哎，吃饱啦，为啥叫吃饱？伊辣辣传说当中呢，当地有7样宝贝。哦。哎，搿7样宝贝呢，我现在拨侬选择，我下头讲4样物事，何里一样勿是搿7样宝贝之一？来听听看，何里4样啊？金鸡、神树、玉块、银簪。哟，题目有眼难度了，留给阿拉观众朋友，赶紧拿起手机扫描我们节目下方的二维码，加入到欢乐星期二的官方微信账号，答对的话就有机会获得由悦龙酒店提供的代金券喽。哎，广告老短啊，马上回来就公布答案。哪位老师的男粉丝最多？阿拉不得赌了，好吧？别赌啊！3位老师当中哪位老师最凶？实事求是。金飞鸟，我知道你心中有向往。量题版写完了，哈哈，乐的。王志平写的是 A， 选的是金鸡。钱慧丽写的也是 A， 选的是金鸡。黄慧选的是 D， 银簪。这道题目无法来分析了，我们直接看看正确答案。正确的答案呢，我叫了酒店的吕经理来为大家介绍。吕经理，侬好，侬好，你好，哎，这是沈老板。哎，这个我刚才说的4样里面有1样不是7宝的宝贝，是哪1样？你公布一下吧。好的，金鸡、神树，
玉块、玉符、飞来佛、统来钟和金子莲花经。啊，这个7样宝贝是真正的7宝啊。是。那么我刚才说的里面有个银簪呢，其实它不是7宝之一。知道我们观众朋友答对了吗？对。你对了。好厉害哦！你上海人啊？不是，我居然蒙对了，我7宝都没去过，上海人真丢脸。王慧，不是蒙的，我们是听说的。没有钱慧丽，他根本不是蒙的。什么梅干菜啊，那个臭豆腐啊，我们能猜的。因为钱慧丽老师，您是正宗绍兴人，对不对？对的。美国这方面，侬是不是到现在老欢喜吃了？对的。你说说。侬会得烧不啦？最下面放一层梅干菜，然后上面再放一层猪肉，再一层梅干菜，就这样一层一层的蒸。哎，志平，你哪里人？是舟山人。啊，这叫舟山的。对，你说说你。你说说舟山你最喜欢的海鲜。那么东海带鱼啊，必须是野生的。你会烧吗？对，像哎呀，我烧了不要太好，哎呦，再到季节的时候，您给我们烧一烧啊。志平老师好才艺，唱首沪剧献给您。那么现在呢，黄慧又是遥遥领先了。没错啊。最后一轮，如果哪位答对，就能得50分。好，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——上海声音。接下来呢，要到上海声音搿只板块要送差了50分了。我晓得3位老师呢相互之间劲动姐妹，所以阿拉搿只板块呢，就来考考3位老师的默契程度，好不好？我指定会得几道题目，等到我题目讲出来的辰光呢，3位老师拿侬心目当中的正确答案写下来，啥人写的正确答案最多，就能够获得这50分，好吧？我们这个题目马上就要开始了啊，请写出钱慧丽老师最喜欢吃的东西。3、2、1。我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吧，欢喜吃归欢喜吃，懂不好吃是2个概念。好，我们有请2位老师亮起板。2人小在海西嘛？喜欢吃什么就喜欢吃什么。好，目前因为刚刚前几天去舟山演出，拼命的吃海鲜，他们知道我喜欢吃。第一题我们2位老师都已经答对了，恭喜你们。第2题请听题，请写出黄慧老师最喜欢的影视男明星。那么王伟老师，侬先慢慢叫写，王娘伊拉2人看啊。3、2、1。
陈道明。两个人一看懂成是陈道明吧？是吧？真是陈道明啊！太默契了。就三位都很喜欢陈道明。对对。这个不是阿拉中国男的电视演员交关了，为啥哪就欢喜陈道明？最欢喜是陈道明，表演特别好。对呀。哦。他有一股力量来吸引你。哎呦，真的，我们陈道明老师这个节目你一定要看的，你知道吧？我们三位艺术大家都是你的粉丝啊。演技派的演员嘛啊。好，不。第3题哦，这道题我比当了，请写出王志平老师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这可简单了。好了是吧？等一下，3、2、1，请亮题板。一个是11月30号，一个是11月底。不是你这个11月底有范围吧？我知道他是射手座，但是几号我真的记不起来。我想想，大概是月底。啊？没记啊！哎呦，那在老会的帮腔了嘛哈，对。对。我对。那讲对，总归对了，好吧哈。否则那家是你我单位干的我能吃得消的。恭喜2位啊！接下来一道题目就是，哎呦，这道题目答对人了。请问哪位老师的男粉丝最多？阿拉侪多的好吧？侪多啊。根本伊讲是最多呀哟。最多伊没统计过呀。没统计过。最多。嘛，小辰光蛮多的对吧？现在老了没人欢喜。侬先写了地方了，啥人？伊为了分数高眼，自家写自家。好，3、2、1，本人王志平。钱慧丽老师啊，只要帮他讲粉丝感，不管男的女的，只要是粉丝会下了越近你这个越多越好，来吧，对吧？好，接下来这道题目你们也可以写本人的啊。请问3位老师当中哪位老师最凶？实事求是，同志们，有仇的报仇，有冤的喊冤。我机会来了。啊有，机会来了。我要报仇的。好了吧，3、2、1，亮题板，拿点商量好啊！阿拉，本人。不，我帮他讲，本来呢，阿拉导演呢，前头的题目呢，侪是铺路，主要是关键是后头搿道题目想难伊拉，没想到伊拉3个人来得个聪明，侬晓得伐？对不得噻，为啥侪讲自家最凶？伊凶辰光不想闲话不讲，不想啊。问最凶呀？问上去，伊不睬侬，不睬侬。那阿拉简老师最了解我不想最凶。冷暴力所以看来伊就晓得了，我老凶了。是啊。老严肃了，特别台高头。我应该不凶啊。我不开心辰光也就不想了。侬也不想？也不想。根本王志平侬也不想？哪侪不想吗？哪侪不想？好，谢谢，不难为3位老师的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先来统计一下分数。王志平老师答对的是3个，钱慧丽老师结棍了，比王志平老师一个也不多，一个也不少。关键是接下来看看黄慧老师，如果是你是2个的话，你就输了；如果是4个的话，你就是赢了，好吧？这我蛮有信心的哎。黄慧老师最后答对分数的数量也是3个，3位老师都是3个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第4个板块就每人送上50分。哎呀，3位啊！这个分数呢有变化了，是，都有变化。你是咸鱼翻身了，结果他们又长高了，翻不了身了。其实我觉得呢，据我们所知，3位在舞台上，舞台姐妹一般啊，特别的和谐默契。是。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巧合，在生活当中，3位好像都是生的儿子，是不是？罗球哦，我们一起来看看照片好吗？来瞧一瞧啊。哎呀，这可是3位老师的爱子第一次在荧屏上露面呢，心里真的好激动啊！其实我是一个很不称职的妈妈，就是妈妈回来以后，她会抱着我亲的，满脸都是口水，就很想知道婆婆眼中未来媳妇儿有什么要求吗？不想问我全。这个3个小孩都差不多年龄。我儿子他儿子比我儿子小8个月，我儿子比志平的儿子小6个月，差不多就是半岁的，就接着的。接着的。其实我是一个很不称职的妈妈，可以说我用我儿子的话来说，他就是野生放养的，一直没有什么太多的陪他。哦哟。但他真实习惯也非常独立，包括现在在国外自己求学。
求工作，在美国。所以呢，就那他学习的专业是金融的。金融啊，学金融，怪不得我今天一进门以后我金融。我现在觉得儿子大了，他跟我们越来越亲近了，又多了一个朋友的那种感觉，挺好的。一般来说，儿子跟妈妈都是关系特别亲，会不会？我们关系是很好的。我呢，我儿子从小他非常体贴人，所以呢，我也非常疼爱他。那么等到他现在长大了，他现在自己也是从事他自己喜欢的事业，他喜欢摄影啊、视频啊，他最强的强项是航拍。而刚才那张照片，我看他也拿着照相机，是不是在给你拍照？他给我拍的也不是太多，因为我不给他钱。凡是我不会的，他都会。你不会什么？我都不会，家里什么电脑啊、电视机，包括汽车什么任何东西，我没有一样懂的。他刚好家里什么东西都会啊，全由他来担当。那所以现在儿子长大了，我觉得慧丽老师肯定也觉得有一种依靠的感觉，心里很踏实的感觉。多了一个朋友。其实我觉得哈，因为我们搞艺术的吧，平时照顾不到家里哈，演出呀、出差呀。然后我记得我儿子小时候吧，就是妈妈回来以后，他会抱着我亲的，满脸都是口水。我说好了，妈妈我想你，妈妈我想你。但是我出门他从来不跟，他知道妈妈上班去。小时候爷爷奶奶带哈，然后后来他14岁那一年就到新加坡去上学了，10年了，一个人出去10年，然后今年刚刚毕业，学的也是土木工程设计，建筑师方面。对，刚才那张照片是不是我儿子很 man？很高，1.83米。他空余的时间会到那个慈善机构。敬老院去做义工，对，做义工很好啊。还有那3位儿子的年龄，我们刚才听到24、24、25，感觉呢差不多也是要谈恋爱或者成立自己小家庭的时候了。我就很想知道婆婆眼中未来媳妇儿有什么要求吗？能不能跟我们讲讲？我觉得也不用问了，我都知道他们3个会怎么回答，肯定说。你看他俩着急了。我儿子喜欢什么，我就喜欢什么样的，没关系，都好。应该是这样。你看，我也觉得我要尊重他。我就是想说这个话。我们不用多说，直接请上3位，好不好？让3位未来婆婆来看看，挑一挑自己喜欢哪种类型。准备好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哎呦，眼睛放光了。真的有啊？有啊，来，掌声有请。3位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钱慧丽老师的学生杨婷娜。欢迎婷娜。大家好，我是富派花旦裘丹丽。我是王志平老师的学生李诗丹。这3位怎么样？那这3位啊？面对这3朵月花，3位嘉宾老师到底该怎么选呢？这3位啊，这3位我全要了。肠胃坑堵塞了吧得了。当然要，抢了要抢。钱慧丽的意思是说呀，这3位啊，我替你们的儿子全要了。都喜欢哈。我呢，真的是跟我儿子确实讲过这样一句话：妈妈希望你以后长大了以后找一个像那个徐丹姐姐这样的媳妇。真的讲过，真的讲过。那时候那丹丹已经结婚了，但是老师把我也像当女儿一样的。对的，当然这是我的心愿，但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尊重那个儿子的缘分，儿子的选择，只要他幸福就可以。长得好不好看呢？我觉得不是太重要。关键就是人品要好。这个长相要超过这个婆婆也是很有难度的，应该。这个一般情况下超不过了。这个年轻就是美，我觉得。那其实呢，今天咱们在这儿也爆个料，那就是我们3位年轻演员当中，有一位呢，也是我们上海一位非常非常著名的华记孝星的媳妇儿。不，摊前位米毛口讲了才晓得。还有一个什么呢？咱们下期节目爆料。下期节目为您揭秘。我们今天的欢乐大奖是今天我们要祝贺黄慧老师获得了欢乐大奖，就是原生态家装开创者圣贤装饰提供的品牌家电1份。那慧丽老师和志平老师呢也得到了我们的小家电。好，那么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。那么下一期到底出现的是你说的他，还是你说的他？下一期准能看到他。祝各位星期2开心上海滩，下周再见，拜拜。